5月17是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面膜和平权日，主要是希望讲大家拢会当尊重每一个人的外表。阳光基金会也做一份上届新的调查，发现239个外表有各样的人，有65.7%捌因为外表受到无友善的对待。在咧青少年内面呢，有50%捌受到歧视，而且有70%是发生在咧学校。基金会也推出美感侦探国小教案，希望透过教育建立尊重外观有差别的同理心。时时刻刻，我都努力着和烧伤疤痕对抗。有人因为意外互火烧着伤，变生做复健，都是要恢复原本的生活。但是，若身体爱复健，心情嘛爱顾，包括要安怎面对别人的眼光。还有火疗期的詹立言，受到学生时期因为外表互人歧视，是讲甲凹甜、目眶红。不要要求我们一直要勇敢，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更多的接纳。5月17是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面膜仔平权日，基金会嘛针对239个面膜仔有各样的人做一份调查，发现有65.7%的人捌因为外观拄当到无友善的对待，其中青少年的受访者当中有50%的人捌受到歧视，而且有70%是发生伫学校。上接拄到的状况是超过一半的人会互人禁看，35%的人会哄笑，30%的人会互人排斥。所以阮即届吼，就是感觉讲爱为学校的教育开始，毋是干那教讲大家莫去起笑别人，嘛爱去了解讲吼，咱每一个人拢是无共款。手机焦虑世代，其实受到社群的影响是非常大 ，Instagram， 然后各种的 trade， 那其实都会让孩子都朝向越来越单一。这次教育最大的价值在于说，它其实可以让孩子去尊重多元的声音。基金会表示，社群媒体是愈来愈时行，外观评价已经加做一种习惯，所以推出美感侦探国小教案，都是要透过课程，让学生跳脱高一种水的想象，毋望为校园开始，互尊重外观有差别，加做日常。记者郭正阳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